美國太壞啦！美國想借委內瑞拉將中國拉入嗰個陷阱，想搞爛中國。關注中美博弈嘅人呢，或者已經感受到啦。今日呢，我就分析一下點解呢個係一場針對我哋，想將中國拉入嗰個陣營對抗嘅陷阱。乜嘢叫陣營對抗？講白一啲就係不再按照利益、效率同埋發展合作，而係先問立場，再分敵我，將世界硬切為自己人同埋對立面呢兩塊。點解中國一直都唔結盟，亦都唔要求其他國家站隊？係我哋唔知道支持自己嘅人越多越好嗎？根本就唔係，係因為喺當前階段陣營越大，中國要兜嘅底就越多，要孭嘅責任就越重，要俾拖入去消耗就越深。呢個係對一個仍然依靠全球市場同埋時間積累發展嘅國家來講係得不償失。點解咁講呢？先來睇一個最基礎嘅問題，委內瑞拉值唔值得美國咁樣搞呢？講實話，單從國家嘅體量、軍力、工業能力來睇呢，係唔值得㗎。佢對美國既不構成軍事嘅直接威脅，亦都唔係乜嘢科技競爭對手。咁美國點解仲要反覆下重手呢？其實美國針對委內瑞拉嘅深層原因只有一個。對打擊其所謂嘅對手，示範價值極高。委內瑞拉身上邊有3個標籤，疊加埋一齊呢，就形成咗典型標本。第一個，佢有全球頂級嘅石油資源；第二個，佢長期喺美國制裁體系之外掙扎求生；第三，佢同中國、俄羅斯保持實質性嘅合作，尤其喺能源同埋結算方面。呢3個標籤放埋一齊呢，你就明白㗎啦。委內瑞拉唔係問題國家，而係唔按照美國規則活着嘅國家。咁接下來重點就嚟啦。美國今次喐手最關鍵嘅變化唔係打唔打，而係點樣打，用乜嘢理由去打。你會發現美國而家越來越少強調聯合國授權、國際法秩序，而反覆使用一套新話術：民主國家、自由世界、負責任國家嘅共同立場。呢句話翻譯成大白話嘅意思就係規則唔要啦，站隊先最重要。企老母啊！我一直覺得匪夷所思嘅地方，明明係美國喺二戰之後指導建立嘅世界秩序同埋規則，佢就唔顧呢啲規則，做呢種無視他國主權嘅侵略行為，因為佢知道用現有嘅規則係無法同我哋拼出私贏。中國有好多辦法可以繞開佢嘅規則，於是呢，佢就通過陣營對抗來拉我哋下水。陣營秩序一旦成立呢，中間地帶就必須要清空啦。呢個世界就必須分成你同埋我。委內瑞拉啱好係呢個中間嘅標本，美國對佢下狠手，本質呢係俾所有嘅國家立一條紅線。你可以窮可以亂，但係你唔能夠脫離我嘅體系。呢條紅線唔係畫俾委內瑞拉睇嘅，而係畫俾全球中小國家睇嘅。意思就只有一句：你唔好幻想中美之間左右逢源，代價你孭唔起㗎。